为对担起安南区的破坏的这是兴建伫2000年，因为乡会鼎盛，加上蜜蜂发挥济公济世的精神，一直热心公益，连续14档得到内政部表扬为绩优宗教团体。今年庆祝2月19号佛诞生日，除了规划真济精彩祝寿活动，也有平安福宴，邀请善心大德共同来参加。真济理干事甲信众嘛用虔诚办喜事的心情来现场到布置，会场嘛有奖提前来接受献礼。非常的荣幸吼，会使来参与到咱济公活佛吼，伊的万寿的圣诞，嘿啊，因为无奖来到这个所在吼，好多生大家拢感觉有够舒适的，有够欢喜心的，有去契合着济公禅师吼，伊迄个大公无私的迄种的情怀吼，啊，所以互阮大家人转去有无？哦，拢感觉讲安尼发喜充满，嘿，啊，所以非常的珍惜每一件的一个安那一个盛会，嘿。每一档的接受献礼拢成为注目的焦点。管委会主委曾英中表示，今年兔年的接受台采用金元宝造型的寿酒，就是要祝福大家招财求救，无论经商求财、考试求名，拢有料想未到效果。疫情冲击嘛，几啊年啊吼，啊，今年癸卯年适逢咱的金兔年吼，啊，咱希望吼特别准备吼，咱这个寿酒吼，金元宝寿酒，啊，期待说咱伫疫情的冲击、经济的萎缩吼，啊，这种金元宝的欢喜吼，会当然咧吼，每一位信众拢会当然咧吼，招财来进口吼，啊，招财来进步。108吼，就是表示讲这是一个法门吼，能够吼营造十方啊，这就是一个法门。虽然疫情解封一步一步恢复日常，不过蜜蜂慎重起见，由原全面做好消毒，安全无顾虑。欢迎善男信女做伙来参加，感受济公成为献血甲佛诞的喜气。望兔献寿。大家做伙来祝寿，赞！今日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